今次喺台北車站行下，桃園機場食埋飯先上飛機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紅豆 T。嚟到台北車站地下街，咁多人嘅，原來係李怡餅店，佢啲餅就真係幾好食嘅。嚟到台北車站，呢間 Q 餅試過都幾好食㗎。出返去行下，經過呢度有啲壁畫，都幾靚喎。嚟到三創生活園區睇下玩具。經過佳德鳳梨酥，好多人排隊啊！之前就食得太多油膩嘢食，今次就喺中式酒家就食中菜，味道都唔錯。嚟到桃園機場，呢度有微熱山丘，出名鳳梨酥㗎。去咗小黃煮瓜食飯，叫咗個香菇滷肉飯同控肉飯套餐。控肉又腍又入味，個瓜仔湯都好好飲啊，又多肉喎。機場都有公仔睇下。而家就返香港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，再見。